Hello，欢迎大家收题。学日文的时候，是不是城市比例动词变化搞到头都大埋呢？无视金，今天呢，我们就集中火力，一起来拆解其中一个超常用又超重要的文法，就是可能型啦。大家好啊，我是 Lady JJ。好啦，在今天这个分享入面呢，我们的目标好清晰，就是要学识点样用可能型，可以好自信跟讲出我做得到，我试得落，我看得明呢这些句子，幫你的日文表達能力即刻 level up。OK， 廢話唔多講，我哋即刻入正題。你諗下啊，你想講我食素司同埋我食到素司兩句嘅意思係咪好唔同呢？一個係感謝你做一個動作，另一個係講緊你有冇能力去做。喺日文入面呢，呢個分別就係要靠我哋今日要學嘅可能型嚟表達噶啦。好啦，我哋就用一個超生活化嘅例子開始啦。買嘢，究竟買同埋買得到喺日文裏邊係點樣變身嘅呢？首先，我哋睇下呢一句最基本嘅句子。私はお気に入りの雑誌を買う。呢度嘅動詞買う就係佢嘅原型，意思係買，一個好直接嘅動作。咁如果我哋想講買得到，又可以點講呢？其實有兩種講法。A 呢個方法買うことができる，咁可能你哋之前學過，係有啲長嘅。但今日我哋要學嘅係 B 呢個更聰明、更地道嘅方法，就係將買う直接變成買える，意思完全一樣，但係是咪即刻簡單直接好多呢？嚟啦，跟住呢個重點真係要 mark 低，可以話係好多初學者都會中招嘅一個位，然嘅差一個音，但意思就完全唔同，真係要留意聽啊！呢個分別真係超級關鍵。買不買係唔買，係你自己嘅決定。可能你覺得貴或者唔中意，總之係你主動選擇唔做。但係買奶係買唔到啊，係因為啲客觀環境限制咗你，例如冇錢啦、賣晒啦，係一種身不由己嘅情況。你睇一個音嘅分別，意思真係爭天共地。OK， 而家我哋知道咗可能性有幾重要啦。咁實際上啲動詞要點樣變身呢？其實呢，佢係好有規律㗎，唔使死背嘅，主要分三種情況。好，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個表啦。第一種五段動詞，好似頭先嘅買う，佢嘅規則好簡單，就係將結尾嘅 U 音變成 L 音，所以買う就變買える。第二種上下一段動詞，通常結尾是る，我哋就要將個る變成られる。例如見る就會變成見られる。最後呢，就係最特別嘅不規則動詞，呢兩個冇得隻，係要死記噶啦。最常用嘅する會變成できる，而られる就會變成來られる。好，學完啲規則，咁是要即刻濕讚一下啦。嚟，我哋睇多幾個例子，睇下你哋係咪真係 get 到啊？好，先嚟睇下那句。私は満腹なのでもう食べられない。重點是最後嗰個個字，食べられない。呢句嘅意思呢，就係話我太飽啦，食唔落啦。個動詞原形係食べる，係下一段動詞，所以根據頭先嘅規則，將結尾嘅る變成られる，再轉做否定形，就變成食べられない。你睇一跟住條 rule 嚟變，係咪好有邏輯呢？好，我哋再嚟多個例子。私は毎日日本語が勉強できるのでラッキーだ。今次嘅關鍵字係勉強できる。呢句嘅意思好正面，就係我每一碟都可以學日文，真係好彩。明搶樹係一個典型嘅不規則動詞。所有する結尾嘅動詞變成可能型，都係將個する換做できる，係咪超直接呢？好啦，差唔多到尾聲，我哋快快脆脆 recap 一下今日學過嘅重點，確保你哋可以將啲知識帶穩。大家只要記實呢三條黃金法則就得噶啦。第一，五段動詞將 O 音變 OU。第二，上下一段動詞將る變られる。第三，不規則動詞する變できる，
庫變可拉利魯。只要記實呢3點，你就掌握咗可能型嘅9成功力啦。OK， 最後呢，我想留個問題俾大家試下。學識咗可能型之後，胡龍係想講我睇得啲明日嘅軍旗，我唱得到日文歌，定係我可以自己一個去日本旅行？你最想用日文講嘅嗰句我做得到又係點咩呢？快啲將今日學到嘅嘢即刻應用喺你嘅目標上面啦！好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